攞住呢一個載住2公斤炸藥嘅炸彈，一個傳一個。呢一種練膽方式咁熟口面嘅，條引咁長，明知點着咗有排先爆啦，但要你揸住佢就更大膽都會淆底嘅，都係掉落個窿度把啦，兄弟閃啊！炸彈威力相等於400個手榴彈同時爆炸。咁兄台，你又想點啊？同坦克車鬥快，定係想喺坦克面前表演碰瓷呢？原來係想透過坦克幾乎喺士兵身上剪過所帶嚟嘅壓力，去提高解放軍嘅抗衝擊同心理承受能力。瞓喺地下睇住同袍開槍，讓子彈飛，又或者做人肉槍托，通通都係要官兵克服槍林彈雨嘅恐懼。從根本上緩解官兵在戰場上可能出現的消極、恐懼等心理情況，增強官兵的戰場適應性和承受力。訓練之後，亦都會量度官兵嘅脈搏，再對比訓練前嘅數據。如果發現脈搏波動過大、心理質素較弱嘅士兵，有專人進行心理輔導。